最近正青的戏剧《人选之人造浪者》是一出以政治幕僚做主题戏出，对上线这影音串流平台开始，就小连续2礼拜排在头名。这戏出内面除了使用济济议题反映真实的台湾社会，在语言的部分，演员除了用华语，也使用台语、客语等等，展现台湾是多语言使用的环境。我们的存在是让候选人站到浪头上，我们是造浪者。以政治幕僚做主题的剧情剧《人选之人造浪者》在台湾引起一个话题，连续2礼拜在串流平台排头名。导演林君勇表示，内容使用济社会议题，拢是使用在台湾讨论多元的议题，反映台湾真实社会，也利用这款议题带动剧中人物的变化。譬如说，里面讨论的 face， 讨论的同婚。然后讨论的环保议题，我们讨论这个议题其实都不是给一题答案，我们大概都是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反哺回来给这些角色一些往前进的线索。剧中也使用济台语元素，亲像剧中《红声》这条歌是歌手施文彬所唱的全台语歌。剧中角色也定使用台语，甚至有使用台文罗马字。台文作家郑顺聪认为，这出戏是将台湾多语言的使用状况，用真自然的方式展现出来。一半南掺台语，一半南掺华语。你讲的过程当中，感觉足自然的，迄就是咱看到做这一种较老辈这类台语的政治人物，比较回到一种自然语的状态，让大家觉得看着看着会觉得，这个好像现在我们说话其实也是经常不同的语言穿插的感觉。林君勇表示，观察到真实社会当中台文罗马字开始道出现，所以也将这个元素藏在戏剧当中。郑顺聪表示，这几年济戏剧歌曲拢开始使用台语文，那代表母语渐渐获大众接受，也是少年这辈当咧用新的方式记录现代的文化甲生活。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